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伫台湾犯下着杀人案的香港人陈同佳，传出讲已经通知台湾的律师联络相关的部门，要来台湾自首，讲这个月就会来。也毋过负责处理的陆委会讲，因也未收到消息。潘爸爸、潘媽媽，你哋好，我係陳同佳。我再次為曉穎嘅事情向你哋道歉。我返台灣嘅想法一直都冇改變過。我會請我嘅律師安排返台灣自首嘅事情，請你哋放心。有關陳同佳案，我們重申，我方刑事警察局與港方的警務處已經建立了一個單一的聯繫窗口。如果陳賢確定要來台灣面對司法，隨時可以透過窗口聯絡，相關事宜已準備就緒，一切依法辦理。陳同佳是2018年的2月，甲女朋友來台灣佚佗，煞甲已經有新的女朋友甲刣死，了後伊走轉去香港，香港政府嘛就這個案件來推動着倒反條例修法，嘛引爆着反送中的運動。陳同佳喺出國進前一度來表示要來台灣自首，也毋過因為疫情的關係，甲時間延後了。頂個月，被害者的家屬出面來發聲，講莫閣拖落，所以就傳出講陳同佳10月就要來台灣。台灣負責的律師事務所講也未確定，還閣咧聯絡。